来继续来到台中，有驾驶赛车经过百货商圈的闹区，转弯的时阵，有一个脚3个人登咧过斑马线，这个驾驶无让人先过，佫差一点甲人弄着。这个爸爸是真生气，甲拍车，甲这个驾驶来抗议。伊的太太本地是做公亲，但是听到对方要来报警，性地嘛举起来，这手牵着4、5岁囡仔，就伫咧道路中飙骂这个驾驶。警方讲，驾驶无让人先走先过，已经违规了。但是这家伙啊，徛伫道路中，甲驾驶咧冤家，嘛真无妥当，真危险。鬼扯啊你！快刹不住，你现在刹在这里。这个查某人带某带囝徛伫道路中央的人行道，大声咧骂这个白色轿车的驾驶，讲无让因。这个查某人用手拍这个轿车，火气真大，因太太伫边仔一直甲扭，希望讲莫阁继续弯落去。因过听到驾驶讲要报警，伊嘛真生气。往前撞什么叫没关系啊？你跟我说没关系就可以撞。告诉我没关系什么？这个负责人拿骂驾驶，另外一个手是牵一个4、5岁的囡仔。这个囡仔看因老母咧生气，佫徛伫道路中央，安尼看来看去，看起来嘛真紧张。小孩子在旁边，就是当然是不要情绪化，就是理性为主。觉得要吵的话，可以先到就是移到比较旁边的路边去做争执，这样子。互因当场人嘛去考抗这台轿车才驶离开。影片中之驾驶人明显违反了道路交通处罚条例，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之罚款。警方表示讲，这台轿车的驾驶明显有违规，险险弄到这口走3个人。这家伙啊，不满对方无让因，伫道路中牵一个囡仔伫咧冤家，只是歹带头，唔但影响交通，嘛正后造成车祸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